4關啦，今日先咧就用2分鐘嘅時間，係食咗碗刨冰，同埋着咗件冰衫嚟到呢度30秒之內，君玲咧就要喺裏邊咧揾5隻水餃，辣辣嘅嚇，食晒佢，咁啊，然後豹哥麻煩你啦，我哋想揀一個字，個字出，但係個顏色係乜嘢？你唔係讀個字，係讀個顏色，要完全啱先可以過關。然後到尾，過到嘅話，因為我小人麻煩你喺度咧，用呢個長火柴點着咗佢之後，點着呢個蛋糕。然後將個蛋糕插落點喺塊面度，係咁就得㗎啦。預備1嚟啦，2、3開始。哇！你而家諗住咧好熱啦，個人好黑，好黑，慢慢熱啊！香港最高好嚟，唔好拎出嚟啊！哇！硬心要打，係，打小人啊！哇！隻手加油啊！有啲水狗啊！夠啦，即係福祿壽，即係福祿壽啊，兄弟啊！平時唔俾嘅，但係就係冇乜用㗎嚇。呢波咧真係整蠱得人，呢波真係代表作啊！就而家俾人整蠱翻轉頭啦！你知唔知邊個叫我嚟整蠱你㗎？你以為我隱形係啦，你一路要念住口訣嘅，請把冰衫劈開嘅。好啦，要將啦，第一聲要將啦，唔係你唔知啦。好，求其笠上去啦，快啲，快啲，求其都笠唔到啊，掌門人！而家連開都開唔到啊！佢好硬啊！呢個好似一個犯人咁喎，拉個水平出犯人，佢先打劫。而家好拉埋佢，快啲，好得得，出嚟，係隻手咧，手都冇手啦，伸手啊，嚟，好凍啊，講真嘅。好啦，就得啦，就得啦，醫護啲飯唔係咁易食嘅，伸直隻手，左幾秒啊，左幾秒，好好，左手伸出嚟，左右手，左右手。O K， 搞掂，最好佢，最好佢，最好佢，你大家睇下。好嘢，知唔知？哇 ！O K， 好，30秒，唔好隨住，好熱下喎。我只係3秒咋係嘛？3秒。第2隻，要3秒食唔晒咧啊！阿獅子就重新又食冰啦。有20秒，先做個爐先。後3隻，有20秒。18、17、16、15、14。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入埋去，1、2、3，開始。黃、紅、藍、紫、綠、紅、白、綠、紅、紅。OK， 好。好嚟，唔准熄啊！小雲計啊，呢度啊，計時㗎啦，小雲，我可以俾大家睇下。好啦，有睇啦，佢食歌，獅子，好你哋食講，好嚟，咁獅子喺嗰邊，1、2、3食，到你畫火柴係咪？睇人食嗰陣時好似好有嘢咁樣，一食落口就知道，哎呀，真係拉嘢啦！哇，好犀利喎！好啦好啦，嚟，接，好啦。哇！豹哥真係好鬼 rock 友啊！豹哥你想著啊？唔係，好快喎今次啊！哇，唔使3秒，有經驗。凍過獅子嗰隻手指都唔識擘開啊！不過點解要踎低整咧？踎低個人溫暖啲係咪？搓下佢添啊！點解要搓下佢啊？你當嗰件衫係神燈啊？今日都湯咗喂！咦嗱，君兄就有啲紐約嘅情懷啦。哇！乜嘢？睇唔出你個人咁粗暴喎，阿黃君玲啊！其實你睇下到最尾咧，原來啲女士咧係最犀利。啊！豹哥原來真係有啲搣開衣服嘅。係啊，佢得㗎。係啊。好啦，可以著啦，可以著。我試下啦，穿咗手袖先，獅子揾唔到出口係嘛？獅子此路不通啊！佢想伸隻手同佢握手啊！好嘢，兩個達成邦交。阿阮兆祥係咁笠實佢個頭，唔俾佢喐。原來你真係有心病嘅。OK。真係。伸出嚟，左手啲啦，跟住開始，走啦！邊個手啊？好，仲有幾秒？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， OK， 開始做，嚟，黃、白、橙、藍、綠、藍、黃。
過晒，手都震晒，咁點畫啊？有頭嚟過。師姐，佢等緊你好耐啦。係啊，不能太慢喎。佢緊張嘅時刻啊，而家好似咧運送聖火咁啊！嗱，我哋嘅聖火唔可以喺中途熄滅㗎，調翻轉穩陣啲，頭向上升啊嘛。但係又神堂燒得太快，食分啦！嚟，有頭有勢。好，2次都唔得嘅，我哋下一隊啦。好啦，下一隊係點樣啊？好嚟。喂，俾掌聲啊！獅子陣間翻嚟，輪到剩女隊接受挑戰。見阿騰食得咁辛苦，唔知會唔會同平時好似好醒目嘅安仔有關呢？白、黃、綠、藍。本輯節目獎品獎金非常豐富，其中包括 Shootop 高級鞋履及皮具專門店禮券年獎金總值456000。Rapu 藍牙無線接合式音樂耳機連精美禮品總值285000。Bingray 韓國香蕉奶總值86000。卡爾德國純銀首飾專門店送出 Modern Fashion 首飾系列禮券總值57萬。多多無糖芝麻糊及無糖川貝杏仁糊甜品年獎金總值285000。梳化倉送出智能梳化禮券總值329000。澳洲 Cortex 玫瑰太空記憶棉枕及高級寢室用品總值582000。韓國官字參及高麗參鮑魚連名貴禮品總值573000。1、2、3開始。哇，好多咧，有呢個獎。哇，好嘢位啊！身體健康啊，真係冰王嚟㗎。好，打啊！唉，拍姜咁拍，拍姜咁拍，當佢係姜大衛咁樣，當佢姜大衛咁拍，即刻收遠啊！即刻收遠。好犀利嘅即刻。你入咗先，好，正面，係啦，左手，個頭出嚟啊！好long嘢喎呢度，係啊呢件。OK， 好食得。哇，做咩啊？2隻，知唔知啊？哇，咁細地都唔犀利咩？哎，唔使跟，好，拉車隻，冚埋落口。好嘢，安仔，嚟，安仔數啦，預備，開始。6，好嘢，開口中啊！喂，快啲啊，蔡英廉，快啲啊！嚟！哇，好肚餓喎嚇！好腍嘅，你哋着數啲，係啊，你哋着數啲。其實而家件衫軟腍腍又有乜所謂啊？一陣間郭晉安可能又一下又中咧。好，進得。嚟，你真係魚好多啊，想活㗎。OK，阿騰，好似食得1隻。哇，好快！Sorry，唔好意思。 哇辣到佢，好熱啫，唔係好辣。加油！15，冇人要佢自己口住食喎，做乜嘢你哋啊？仲有15秒，我諗我等佢呢啲8年都唔會再食雲吞啦。 9、8 ，OK，搞掂，好仔，加油啊！跟住啊，捉顏色。白、黃、綠、藍、黃、紅啦！紅啦！好嘢，安仔有進步啊！已經凍到唔識爆炸啦！唔好嬲自己，安仔唔好嬲自己，唔關你事㗎，係團體嘅。發爛渣喎！我覺得應該調翻轉，今次就阿安仔着，然後阿廉再攞嚟講，敏之到你食。阿安仔將自己頭先嬲自己嘅發泄曬落去，我驚佢哋扯破呢件衫，扯爛㗎啦！扯爛好啦，我試過扯都扯唔爆啊！唔使驚啊！最多條脷爛啫嘛。係咯，有幾個嘉賓個嘴腫啫嘛。而家係化敵為友啦。其實玩嗰啲獨字咧，應該咧係嗰啲鬼淨係識顏色，識盲，最弊你識盲咧。其實幾位我哋等咗都好耐㗎啦，你哋得未㗎？唔好憎自己，我憎自己，我都最多投入先。好啦，冇錯。好，安仔，安仔，兩隻手冷靜晒，你個小朋友睇住你㗎，要威俾佢睇。好，1、2、3，食得。敏之。哇！其實食嘢嗰一 part 唔緊要啊，最緊要睇下顏色啫。 OK，好，嚟啦開始。嗱，
紅、綠、黃、紅、藍、紅、綠、藍、白。好，畫火柴，阿騰，燒耐啲先，燒紅啲先行。等係燒着多啲先。係嘛？好似樣啦。 ，OK，似樣啦。但係可能行到中間已經點完啦。得埋啲喎。慢慢嚟。唔怕，大把時間你。唉，冇嘢啊，識佢啫嘛。冇喐。慢啲，大把時間。係啦，唔使急，唔使急。哇！見證呢個歷史時刻啊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真係，我覺得我哋啲觀眾咧真係正義啊！終於點對咗，大家都俾掌聲啊！OK。成隊隊成功完成所有任務，先贏一局。